这是我寺里求的丹药，大哥，你觉得好些了吗？是好了些，我这病一时半会儿也好不了。你以后就不要特地费力帮我找药了。小七，你也长大了，镇里还有很多事需要你帮忙。哦，对了，大哥，小凡哥哥也来这里了，好像住在三嫂的客栈里。我已经知道了。六尾大哥是6尾，三娘姐姐是3尾，那小七你是7尾妖狐了？对啊，不过我的尾巴已经没有了。没有尾巴？为什么？我本来是胡岐山的一只小野狐，可怜我很小的时候，爹娘兄弟姐妹一窝子17、8口都被猎人杀死了，我的尾巴也断了，差点活不成了。都是6尾大哥救了我，带我来了小池镇。那按你这么说的话，整个小池镇都是你们天狐族了？是啊，我们天狐一族原本住在胡岐山，胡岐山被人攻打以后，上一任胡族长带我们来了大漠中的小池镇。这里有泉神水，位置又隐蔽，不易被人发现。不过我大哥喜欢中原风景，经常带我出去玩。我们就是那个时候认识了小凡哥哥。既然小凡哥哥救过你们，那咱们就是自己人了。要不你带我们出去找他吧？不行，我只是一只法力很弱的小狐狸，我不能带你们出去玩，而且没经过大嫂同意，他很凶的，他会打我的。不要把他说的那么凶悍好不好？三娘姐姐上得厅堂，入得厨房，长得好看，修为又好，对自己喜欢的人还一心一意、死心塌地的。这么好的三娘，为什么不好好珍惜她呢？是我对不起他。他以前曾经劝我留在小池镇，可我不想受拘束，总是随性而为。之后，他又劝我不要为鬼王宗盗玄火剑，可惜我还是不顾他的劝告，一意孤行。世间之事，待到知晓结局之时，早已太迟了。只要你交出玄火剑，便不用再受着蛊虫噬骨之痛。我死也不会把玄火剑交给你的。好一只痴情的狐狸！若你那6尾情郎因此而怜惜你，你也算是死得其所。只可惜，你为他铤而走险，冒死偷玄火剑给他疗伤，而他对你却毫无情意，从头至尾不过是在利用你而已。否则，他怎么不跟你一起相依相守，却让你独自承受这般苦楚？如今小池镇落得如此田地，他连面都不露，只怕在他眼中，你们不过是些无足轻重，用时招招手，弃时便如旧履一般的废物吧。我与6位大哥数百年的情谊，岂是你这种无情之人能懂的？就算我们不在一处，我们也是两心如一心。就算大哥负我也绝对不会背叛他的。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好啊，既然你们两心如一心，那便看看他这千年修为的魔狐能否感受到你这噬心之痛吧。够了，别再折磨他了。碧瑶，是你爹派我来取玄火剑的，你下不了手，
可我却不能心软，否则，你我如何向鬼王交代？把他关回去，别让他跑了。我去审问李寻。是。张兄弟，石头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落叶要把镇上狐妖的内丹全部吸食，只是幸而他的妖力没有这么强大，所以才暂时留着性命。只是把他们关押起来，待挨个吸食。所以我们要赶快阻止他。等他恢复法力之后，将会有更多无辜的生灵死于他的毒手。哎呀，我明白，张兄弟，你就听我的，赶紧走吧。秦无言说他要看着碧瑶姑娘亲手杀了你。放心，我留下，我去对付落叶。三娘，我来帮你。三娘，你撑住，我们一定会救你的。我的族人还好吗？落叶那恶贼心狠手辣，已经吸食了10几个狐妖的内丹了。是我害了我的族人。这里又是我娘的故乡，我有责任保护她的族人。你放心吧，三娘，我今天就是拼了命，也要杀了那恶贼。不要！不要莽撞，只有去客栈的柜台里面拿到解药，才能解救所有的人。等妖力解除之后，我自然会告诉你关于你娘的前因后果。你知道我娘的事儿？事不宜迟，石头，你去拖住落叶，我回去拿解药。师姐，你在这儿陪三娘。你们焚香谷不是可以用火系法术寻找玄火剑吗？只要你愿意帮忙，找到玄火剑之后，我可以放你一条生路。哼，就凭你这魔教妖人也想夺玄火剑，简直是痴心妄想！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，赶紧释放，否则现在就让你见你外公！就算我知道，我也绝不会将本派法宝交到你这妖人手中。既然你不愿意帮忙，那就陪我走一趟吧。你以为张小凡跑了，就能逃出我的手掌心吗？我师弟还会回来的。哦，我倒是迫不及待的想等着他回来呢。你要做什么？住手！住手！不愧是青云第一美女，有这么多人紧张你的安危。既然张小凡不顾你的死活斗胆逃跑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你放开他！等张小凡回来，就让他看着你如何毒发生死吧。
你一命，你却不怕死的送上门来。你不会杀我的，我知道。没错，我是不会杀你，但不代表我不会下手杀你的朋友。想要解药，便认认真真的跟我打一架，打赢我了，这解药自然就是你的。其实我的那些朋友也是你的朋友，林惊羽，你还记得吧？你是谁？惊羽啊，林惊羽。谢谢你啊，碧昂。用不着，我只是不想趁人之危，想等你恢复之后，好好的跟你打一架。你这又是何苦呢？别废话，动手吧。为什么你一拿那个破棍子，我的合欢铃会响啊？那是法宝之间的共鸣。什么意思啊？金陵清脆，是血雾；一生总被痴情诉。这句话你还记得吗？金陵清脆是血雾。我这棍子上的嗜血珠，和你的合欢铃，曾经是黑心老人和金陵夫人之物。他们之间之所以会有共鸣，那是因为我们在滴血洞的时候，相依为命，生死与共。满口胡言！张小凡，我们现在是敌人，你无需留手。你现在说的一切，我都不相信。我不会对你下手的。废话多。张兄弟，拿到解药了。张小凡，是的。法力恢复了。陆爷，别追了，催眠要紧，走。我师姐呢？
三娘，我师姐呢？齐无言，张小凡，你的师姐已身中剧毒，7日内便会毒发，去找到玄火剑来换吧，否则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毒发身亡。小凡，不要受他胁迫，即便是找到玄火剑，也不要给他。碧瑶，你没事吧？知道玄火剑在你手里，不要再藏着了。小池镇已经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，是你们引来的。哪怕是杀了我，我也不会告诉你们的。三娘，明明是你先劫持了周小环，抢走了玄火剑的。那是6位大哥拼了性命才从焚香谷里带回来的，凭什么给你们？玄火剑是我们焚香谷的至宝，我还没有追究你私闯焚香谷一事，你当真以为我不敢杀你吗？好啊，来啊，杀了我！杀了我，你们也别想拿到玄火剑，更别想救出你们的朋友。住手！张小凡，若不是你当初包庇魔教，有意庇护，也不会有今天。三娘，曾叔叔和小环是被你掳走的吧？是。当初是我出手袭击了小环，抢走了他手里的玄火剑。你要是取我性命，没有关系。可是你也得想想后果，大不了大家鱼死网破。要杀要剐，冲着我来。反正我现在也已身受重伤了，还不了手。当初帮你们对付洛野，就当是我自讨苦吃罢了。三娘，现在的情况你心里应该很清楚。我不知道你们村里是些什么样的妖怪，但是他们全无反抗之力。如果洛野拿不到秦无言想要的玄火剑，他会杀掉镇上所有的人。难道这样，你也无所谓吗？好啊，就算是我现在答应你们，带你们去取玄火剑，拿到以后呢？你打算怎么处置？我自有办法。是交给秦无言换陆姑娘的解药吗？你以为秦无言拿到玄火剑，他会放过你们，放过我的族人吗？你私藏玄火剑有没有考虑过后果？你这叫咎由自取。是。可是你们也给小池镇带来了这场灾难。张小凡，不要忘了法宝的主人是谁。我知道法宝是你们师门的，但如今牵连甚广，以后说不定还会还给你们。但是现在轮不到你说了算。好，你能耐了不起，我自己找。尽管去找吧，不可能找得到。
三娘，你到底要怎么样，才愿意把玄火剑交出来？首先，我必须确保小池镇的百姓没有性命危险，这是第一件事。你办到了，我们再坐下来聊。三娘，你这是在威胁我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一定会尽力做到。等办完以后，你可要记得你的承诺。方才有一刹那，若不是李寻冲动，我本想动手。一时之气又有什么意义呢？与冲动相比，我更希望的是能够解开你身上的毒，还有找到小环和叔叔他们的下落。我一定要从三娘嘴里逃出玄火剑和小叔叔他们的下落。三娘为了那个六尾大哥，连自己的性命都可以不要。我们无论做再多，只要六尾的伤一日未好，他就不会把玄火剑交给我们。不过是利用咱们罢了。你说的对，但是他提出了条件，我会相信他一次，姑且先试一试。如果不行，还有后手。还有7日，我宁愿找到秦无言，轰轰烈烈地战一场，也不想把自己的性命寄托在一只妖的身上，让他交出玄火剑换我性命。而且三娘说的对，秦无言这个人奸诈狡猾，是不会兑现承诺的。我知道秦无言不会，他只想找到他一直想要的宝物。其实不用找到玄火剑，就拿法宝当诱饵，把他引出来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总之，无论如何，我一定要解开师姐身上的毒。我也绝对不会让秦无言得逞，放心吧。怎么样？对我的安排还满意吧？张小凡担心他师姐的性命，一定会在7日之内设法拿到玄火剑的下落。你确定他能找到？那就是他的事了。如果找不到的话，那陆雪琪就只能等死了。反正对咱们来说也没有什么损失，不是吗？有时候，所要的根本不必咱们亲自去取，等着他们送上门来就行。只要是敌人，大多数是人；只要是人，就有弱点。怎么样？对我的决策还满意吧？如果拿不到的话，他就会来求我们。到了那个时候，就有好戏看了。用这种事来威胁别人，有意思吗？很有意思。他利用陆雪琪，就像先前利用你一样。这下，他可真是难办了。你猜，他会不会在乎陆雪琪的性命？你说他利用陆雪琪像利用我一样，他和那女子相识多久了？是什么关系？既然是利用，为什么要付出这么多呢？你不觉得你说这些话很自相矛盾吗？他们是同门，不知是哪座峰的得意弟子，反正为了讨好师门往上爬，便可以拉拢，很正常。总之，他不会让陆雪琪死的。无耻！是，那小子的确是无耻。我是说你无耻，你比你口中的张小凡还要无耻。碧瑶，你该不是对他还余情未了吧？其实，我觉得张小凡对陆雪琪也没有多少真心。你要是真在意，
就当我为你出气还不行吗？要你管！好，我知道了。等拿到了玄火剑，不给他解药又何妨？就让他看着陆雪琪慢慢的死。碧瑶，碧瑶，你要去哪？别跟着我，否则我杀了你！村里村外都找遍了，还是没有曾叔叔的下落。只有满月井附近我没有去找，我怕碰上秦无厌和落野他们。不如你陪我去一趟。不必了。狐狸的速度来计算，这个路程不会太远，最多来回不会超过1天。为什么？还记得我们刚来的时候，也就是我一定会解开你身上的毒，放心吧。我虽然中了毒，但是武功没有废。此次你找上门来，想必是做好了心理准备，是来送死的吗？送死？只要等上7天，你自然就死了。我只是好奇过来看看你，你觉得张小凡能不能找到玄火剑来换你的性命呢？你还有脸提张小凡？
当初他多次维护你，几次救你性命，可现如今，你却与3番4次陷害你的秦无言混在一起，简直令人不齿。什么呀？你说清楚一点，他为什么救我的性命？我干嘛要他来救啊？你不记得了？原来你忘了，难怪。究竟他与我有何恩怨？我被他害得什么事都忘了。他和你有何恩怨，我不知道；他有没有害过你，我也不清楚。但在空桑山观星崖、万福古窟，他2次救你性命，连累他获罪于青云。此次他返回青云，会受到更重的责罚。你们魔教众人恩将仇报，寡情凉薄，这点小事，你们自然不会放在眼里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会连累他？这跟你没有关系。你说清楚一点。那我就把解药给你，秦无言都必须听我的。你以为我只剩7天性命，就会屈辱地向你哀求吗？休想！师姐，住手！叔叔说，你会将私情跟大义分清楚，可事到如今，你还在维护他。师姐。他要是死了，解药怎么办？解药？我看只是找借口吧。你一而再、再而三地维护他，可他呢，却跟他的魔教众人处心积虑地害你，到底是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要对他手下留情？师姐，他这一次之所以会帮秦无言，那是因为他忘记了以前所有的事情。难道你忘了，在于都的时候，他还帮过我们？这不能作为你原谅他的借口。何况他的身后是整个鬼王宗，那跟他没有多大关系吧？虽然他现在忘了很多事情，可他仍然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。这一点并不会因为他忘记以前的事而改变。好，既然你如此相信他，好自为之吧。公子，您看，这镇上还有这么多妖怪。您不是答应过我，只要控制了小池镇，您便任凭我吸食他们的内丹真气，来增强我的修为。我说的是，拿到玄火剑之后，镇上就交给你处置。现在你拿到玄火剑了吗？是，可是他们迟早会交出法宝的，指日可待嘛。那你现在想去添什么乱？给我打起精神，不要再节外生枝了。是，可是我就怕三尾那娘们儿脾气倔强，到时候她要是不肯交出法宝，再打起来两败俱伤，那内丹真气可就没了。不如这样，公子，咱们先去镇上抓几只妖怪，当着他们的面吸食修为，来威胁他。等我赤狗变强了，有你的好看！在这里没有办法做你爱吃的包子，就这些，将就吃吧。
放心吧，我不会像秦无言一样在吃的里面下毒。你不信？我吃给你看。我把你抓回来，把刀架在你脖子上，你抓我回来，却好吃好喝的伺候我，你就不怕你中毒的师姐恨你吗？放心吧，我师姐不是那样的人，我一定会找到解药，解开她身上的毒，我不会让她死的。倒是你，你身上的毒什么时候才能解开？什么意思啊？我身上有什么毒啊？你要是没有中毒的话，怎么会忘记以前所有的事情呢？我爹跟我说，在碧火天冰湖里，你害得我身受重伤，一躺就是1年。醒来之后，我就什么事都不记得了。那你相信吗？离开胡岐山的时候，你还好好的，这只是短短的1个月，你就把所有的事情都忘得一干二净。不过我不会怪你，因为你现在做的所有的事情，都不是你的本意。我总感觉，我跟你之间好像发生过什么重要的事。可是不管我怎么努力想，我都想不起来。本以为我们俩正谋殊途，天各一方，断了来往，起码有美好的回忆可以回味。可是现在，连最后的念想都断了。可能这就是天意使然吧。我知道你对每个人都是这样的，你只是想利用我。哼，我才不会相信你呢。是秦无言告诉你的吗？你对他了解多少？他只是我爹派来的，他的目的只有选火箭。你知道你爹为什么要选火箭吗？关你什么事啊？你爹需要选火箭，是因为他想复活兽神。我相信里面的原因，你应该知道。兽神一旦复活，就会有更多的人死于非命。这些事情，我想你不想看见吧？就算我拿到选火箭，我也不会把它交给秦无言。但是有一件事情，我想请你帮忙，你一定可以做到。带我去见秦无言，让我拿到解药。哼，你去拿选火箭换呀？你之前不是说的斩钉截铁吗？你师姐的性命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小凡，我都准备好了，出来看一下。我马上就来。你随时可以离开。如果你觉得我说的话有道理的话，总之你想清楚吧。一念成执着，沧海变荒漠。轮回中，我像飞鸟经过，记忆中停泊，点一盏烛。
听雨声滴落，看花开几朵，谈昨日怎么